乡亲来去踅老街，来去台南的盐水踅桥南老街。为清朝时代一直保存到今，有袂少古早味的红瓦厝甲木造的老厝。今日的桥南老街，会当感受到盐水古镇美丽风华。拍铁师傅已经有年岁啊，上百档历史的专利号拍铁店，依然继续开店。行伫桥南老街，好亲像感觉回去到清朝年代，对明末清初时期，桥南老街就是为通往台南、嘉义、北港布地交通要道，这嘛是台湾现存的清朝古道之一。条桥南老街是伫咱这个兴隆桥的南边面。早期这月丁港吼，伫日本时代这个商业正发展，发展的当中呢，大家拢伫这做买卖的生意。一栋一栋的家厝啊，嘛讲到老街百档的历史，木造门、木造窗都是原汁原味的。它这个有力学原理啊，上下等于整片怎么封住的。这条街林的店家有真侪宝等你来学。日治时期到即马，大号十几啊店依然是保留这种玻璃茶柜甲珍妮怀旧的物品。我手中介一项啦，包括打火机窗啊拢有啦，这功课表啦。你看，这位阿桑，伊手举种古早的吹风机，捌看过的人已经无多。这足久的啊！有古早风情红遐，也有木造老厝，伫桥南老街行行踅踅真自在，感受做一个古早人，互人有怀念的感觉。